三条讲啊，然后这个钱啊，全部分学校的，连灵骨塔的钱啊，伊都没出。我这个买到书下杯啦。唉，要让个老三条没讲。无安尼凶啦。扫墓跟祭拜这些对阿公来说只是仪式，最重要的是我们把它放在心里面。更何况树葬是把人回归大自然，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真义，你爹想嘛改啊？迄种莫摕阿公的母的来做好言，迄毋迄就做阵爱杯啊？买屋的，要屋的都3档，做了卖多少钱？都说人买最伊的，你做得爱救，那看到留下来啦。无听说过好搞出门个事情哦，也变还做得空呢。老好宴办到呀，迄卡是寂寞，寂寞敢少开销，毋是资金吗？办到呀，哦，咁没麻烦，要提尾空空，乜嘅都冇。我买一朵东西，懂罚钱呢。唉，怎么办？爱到得了，强者双脚，强者下行，阮是袂倒嘛甲一声，用力拼出聪明，不管路上有个恶蛇。请问你是阿杰吗？嘿呀啊！你就是仙女哦。好啦，要买金针菇啦。不好意思，刚才那个有点迟到。没关系啦。海生，你是不是还爱有麻烦啊？讲嘛该呢，给大妈交代我哎，听说我表妹来看书啊。什么咪？你真紧上长久呢，唔滴要安排马个投入跟位置，鼓手大天他们大妈，有经验老资源，真紧差动多诶，还爱导人唔得好。冇啦，给后生人做事啊，笨蛋就会一段时间上会关。不过你放心，那个头家老外头合作10多年嘞，佢自家头摆咩系中辍生，佢亲弟嘅后生人嘅情形。什么咪？哦，哎，鬼子，你来了，快点！姨妈妈你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阿杰姐姐。你好，我是阿杰，易佑国先生吧？啊，
叫我鬼子就好，加个先生我会拍死。易妈妈你好，我是阿杰啊。这段时间啊，大国在修车厂的时候，我会帮你做你跟老板之间的沟通桥梁。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就打电话给我，想到什么事都可以找我，好不好？谢谢，就感谢嘞，感谢老师你帮忙那样。没关系啦，不要那么客气，走，老板在等我们了。来，就在这里。妈妈。出来行行的嘛好啦，啊无伫咧厝哦，甲我孤对下，我工课都无法度做。现在没有好一点哦，他还是每天这样跟你吵。我若无念伊，就无代志啊。啊问题我就挡袂牢。我嘛知影，阿哥只是无爱读书，爱佚佗啦，人是袂歹。对啦，这年纪小朋友都这样啊，比较爱玩乐啦。我知啦，其实哦，因甲伊哥哥已经捌代志足济啊。即届吼毕小搬厝，因两个人都无想要读书呢，要趁钱退出乡校，实在足甘心的。这样很好啊，以后你就可以少辛苦一点。我他妈个屁乱啊！大白酸大白冇空用啦。哦，咩事？来到年算啦。以前阿公的账户都系来打这个搞计算的。真嘅啊！吼，乱。哦，本下嘅东西哦，咩都哎，我点睇。也冇睇到哈。好，到昨天啦，落一海啦，好冇？来天数一海，冇买个钱，天数啦。都对啦，反正我现在在准备考研究所，还有时间。哦，冇按你等考到位，还会有时间冇？有啦，阿公的事情就会两个事情。哦，好，有麻烦咯。那以后有冇小货啊？爱深到伊就要展出，应该做得天数啊。哇，真紧哦！按你下日薪水都有冇个啊？不过唱做得那几层也听听诶。偏不唔好啦。不过我有请我个朋友啊，再个想办法，看有嘛个企业做得长期展出。很好的朋友，给说试一下呀。就 Michael 啊，原来有嘛个朋友啊。哦 ，Michael，都你男朋友咩？阿弟啊？唔是的啦，我也唔是你请参书了。嘛个意思啊？那本来就唔会哪个事情嘛。唔是杀书。俺意思俺汤唔是，本来就好教人啊。你做嘛个爱分哪个事情，哪个事情啊？对啊，你是学校评估来的老师，不是学校的经营者。我觉得公司跟私事要分得清楚。如果分不清楚的话，我们这样很难管理学院。不懂。反正你就做好自己的事吧。如果你真的担心薪水发不出来，就去做其他工作。唔是插旗啦，伊按点啊，好，佢点拢讲法啦，好，你有咩安尼咯？
汤做好。嗯。是谁？冇甲讲黄皮什么意思？你到底有没有交过女朋友啊？我之前有一个很好的女同学，是不是男女朋友，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我们相处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直到有一次，我跟她父母碰面，然后那一次之后，我们联络就慢慢少了，然后就淡了。为什么？就是他很孝顺嘛，然后我其实自己可以感觉得到，就算他不嫌弃，可是他爸妈应该很希望他能够跟一个可能家世比较好，也比较有未来、比较有前途的人交往。而不是跟我这样的人。你们男人哦，遇到感情，明明是自卑感作祟，就装了不在乎的样子。你的自尊心过高啊，是你交不到女朋友的原因。我任性哪里有错啊？要不要？人家说我鸡婆管太多嘛，人家说我什么？他说我公私不分呢。什么叫公私不分？他自己才公私不分吧？我跟你说，他交他女朋友。然后我们学校还做会计，他这样公私很分明吗？怎么感觉你在吃醋啊？我要吃水煮。给。你喜欢那个教头啊？我们现在是朋友，讲实话有什么关系？不知道啊。那就是有。那他喜不喜欢你？他就丽美啊。那丽美阿公帮他选的欸。丽美煮的鸡汤，全村最好喝哎。他们也会那么能干我嘞，我真的想发高哎，我公私不分。你这样讲丽美好像童养媳一样，什么时代了？搞不好教头不喜欢喝鸡汤，不喜欢吃发糕啊。那你选鸡汤还是发糕？我喜欢吃泰国菜。哎，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碰到喜欢的人，你就要去追求啊。先不要管他对你有没有感觉，最起码你试过啦。我这样很奇怪啊，才跟你分手，然后就喜欢，这样不是很像花痴啊！没礼貌？哎，你知道吗？在伦敦有一个经济学的老师计算过，遇到真爱的机会是28/1。既然难得你碰到喜欢的人，试一试对你有什么损失？这么该了。马库留在这里陪你啊，反正我还会来学校啊。哎，你家都是小孩跟女人呢，马库罗长那么无辜，他跟你回去，坏人就不敢去你家。不然你来跟我们住啊？没关系啊，我在这里一个人住那么爽，又不用听你说梦话，我自己住就好了。小星星，快毕业了，你还要住学员哦？你到底要住到什么时候？对啊。好，那个我们学校建校已经15年了，为那些流浪在外的学生，为那些流浪在外的董事长，没这么开。来，拿，今天早晨哈，打电话，你所公家大业，请个地方记者来，请地方记者来采访我们学校，好，穿好一点啊，那么帅的帅哥，我跟你讲，上一个镜头露2下，你知道吗？是。马开是来马老讲了，现在我们要募款啊，没有经费啊，好，曝光是最好的方法，对吗？这记者来把我们的学校的状况报道出来，那些有钱大老板看到以后啊，他就会来募款啊，你知道吗？他就资金就会进来啦，好，你穿这样子不行啊，没洗澡哈，哦。大家好，我叫范小平。大家好，我叫林嘉欣，小星星。金毛。然后我是侯国祥，是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来跟大家特别介绍杨俊康这一位，是全国今年全国中等学校散打比赛最受瞩目的一位选手哦，个子不是那么样高大他很有爆发力，你知道吗？上过报纸被誉为今年的散打未来之星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一群每一个人都有超凡的本事，你看一下他们，
来啊，对，还有我们，我们现任的主任，好，那他呢，好也是啊，他们的散打教练，好，张正义，好，那当然讲到他不能够忘记我们的保姆，来，保姆，来，好，江玉秀江老师，好，对，对，你可以靠近一点，哈，对，看得到，好，就是，对，这就是我们整个学校的团队的阵容，好。我们学校在这边呢，已经春风化雨了15个年头了。好，我们是采取一个多元化的教育方法，好让孩子们留在这边。我们会举办很多的活动，好建立起他们的自信心跟成就感。你可以看到我们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好，主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其实我们董事长已经讲的还蛮完整的。好，好，有没有？我自己光说，来，请大家，你们享用一下。对，我们准备了一些点心，好，这都是孩子们自己做的哦。好，来，对，你看，对，这是你自己做的，对不对？你看，林嘉欣，我们叫他小星星，你们绝对想象不到，他刚进这个学校来的时候是什么个样子。你看现在，又体贴又善解人意，还会为大家想到做这个，你知道我因为你们，我们都感觉到很骄傲。董事长你人很好，我们都叫他老高。老高啊，对，你看啊，这么好的学校跟这么好的学生，可惜现在政府决定都没有给我们交通补助一些师资啊，一些生活上的补助，我们都没有了，我们必须要自己去筹措。这对我们来讲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因为经费不足而倒闭的话，势必也造成地方上的损失。那这一群孩子就失去了一个避风港。来了没啦？而且啊，今天过来叫我们赶快躲起来，还叫我们去买这些可爱的东西哦。对啊，你男朋友大哥都来了。有没有惊喜？嫁给我。新娘进洞房，进洞房，准备走。你们真的很贱哎！进洞房。那么感动的画面，当久没看到的。上海岸有感情的人哦，卡唔起哦。安之生，我哋唔提上来，原本你对小星星的生日。应该啦。小朋友好笨哦，蛋糕没有拿，怎么吹蜡烛？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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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愿望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毕业证书。听到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哦。好。读好的高中。哇，真的是愿望啊，这个。然后找到工作。对不对？读好的高中可不可以？
可以。哎，可不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呢？可以。哎，好，小星星的愿望哦。第二个愿望是，希望学院不要倒，可以继续做很久。第三个愿望，小星星，来切蛋糕嘛，不要这样啊。来吧。学员真的要倒。哎。真辛苦。这些拿回去吧。不要闹了。这你们辛苦钱，学院不可能收。你们的心意，教头都知道。谢谢你们。学院的事情你们不要担心，我们会处理。小星星，你担心你没住的地方吗？对不对？教头跟你保证，只要我有地方住，你就有地方住，不收房租。我也跟你们所有人保证，你们会如期毕业，拿到国中毕业证书。我说话算话，学校事交给我们。海生，俺又来嘞。先生，俺唔係喺你冇過來咧啊！你妈妈，小星星太嘞，佢咩都曉得，佢再畢業嘞，一直喺度好教也唔係辦法。你做得本佢多一些的鼓勵，看條兩啥要見下面冇？好嘞啦，我哋我當支持，其他嘞曉得嘞，唔係我搞嘅啊。留佢見面又嘛該用咯，怎會本佢嗰較看唔起我呀嘅冇負責任嘅阿妹啊？拜託你，我過來請下你，好冇？
按都好，你要来请小星星夹没？唔过问题，还是冇办法解决。系啊。也知道小星星做们都一起甲面对，甲面唔是恁几个事实。跟嘞，你对未来有乜嘅想法？阿公老好人搞本爱啊，爱听说爱老好人继续下去。就安尼。你兄弟嘛该？更嘞，你对未来有乜嘅想法？我爱辞职。等佢哋比賽睇，我就會出國讀書。俺還有動作愛學嘅。妹啊，按洋葱的事情，你做乜一下就人讲咯？还个谈场同啲爱，完全冇好参详。还后生哎，应该要多学习的东西啊！而且妈，我是真的很想要学那募款行销的课程。不管将来要做啥工啊，也迄中途不高兴上去好啊。不过唔系讲要多请子面。迄去子年学到的蔬菜十条路，像去考公务员啊，也去高飞实地的中途机构，你莫老眼花吼，变做来谈下。哎呦妈，明弟哦，我今天看开演的啊。像迄中午落心，还扮演13年10班独守空闺。唔好讲独守空闺啊！成语晓得用啊，唔晓得己手。好啊，迄无爱呢。等爸爸转来哦，来开个家庭电影，投票决定。
闷气，总爱戆的哦。还有佚佗上一滴，就要用白讲。哦啦，那董家就会做来啊。其实是我舍不得你呢。我按你啊，你就攀推死，然后来 Q 他来吃，然后我们组那个冒险母女纠察队，好不好？乡下去美国，做嘛做 case 咯，爱走无按戆啦。讲真经的，你做嘛好点点想要出国嘛？嗯。妈，一定就要支持我哦。所以伫啊，家庭对我来讲，真经都无简单呢。我爱伫爱喺无想去面对。终于13年，唔系为因为都安严强下，应该是要往共同理想一起奋斗，一起打拼。错冇？吗？欸，唔系有老麦克乡下咧？伫啦。用的啦。终于，也迄个这里出来搞这边资料。你看还董事长的啦。哦。董事长，佮毕业典礼啊，我吃到老高头讨论用的盘，迄讲迄经费无啦，我做定无去拿100年的薪水。我看人家薪水要拿没拿哦，怎么讲啦？那毕业典礼有一攀没一攀哦，大家怎来讨论好的啊？嘛个意思啊？佮毕业典礼用做定无去攀？你都无去参加的班嘛该？用的喏。来啊，学生的无感情的呀？啊？有老家就讲嘛。我要请基飞老太家讲嘛。可能按呢，你真个要辞职了呀？嘛，该事情做咧讨论咩，系嘛？哎，系咪整一个后事对应用的？啊，太马社长系冇？无啦，俺最近当中医也分条路，鼓手这次的应该都好一些的户外体验啊，专业。哎，这。俺先去看几条上课上到用的。怎么了？哦，你用啥用的喏？哪个意思？你看，啊，13年以来，13年都出去，以前没好好咩，看下来钱的冲山高，用哎，3月讲一走，佢都会辞职的。哎，你对人家用的呀？无。无。哎，伊遐有理没？你对咪攞佢讲法哦？人家他老先生姑讲嘛该。那都冇问题呢。那个没问题呢。哦，我看哦，乖乖啊，无神，你按部头都个无系嘛该？啊，看到你凶帅。哎，何长你啦，人家系主任呢，系嘛？那个事情哦，要讲出来。我本董事长看谈啊、低啊，系嘛？哟，人家主任的东西。
主任比董事长好当多了。你怎么不进去家里面坐？伯母如果知道我帮你找资料，那我不是自己送上门讨骂？也是哦。你看一下这些资料，真的有心在中辍教育或社工领域发展的，我建议你去修一些非营利组织的募款课，毕竟行销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还有一些国外户外体验学校的课程，看一下。很多啊。Michael， 你人真的好好哦。我真的觉得我是个大好人哎，我自己找学校都没有那么认真。干嘛？放不下吗？不知道。晨曦，亚洲面不用聊，有什么计划？我一个伟大爱着去实习。该晓嘢啊，天公嘢咧。所以望看书哦，做底本爱上面无？做对啊，不过，我兄弟做嘛该唔是小苹果卡，对咯。唔想爱，迄倒呀，你住在这里，又可以扫地，又做饭，那我心情不好又可以找人骂，懂后啊。哎，兄弟。你跟小平很好，为什么不偶尔去他家住一住，有个伴？爱心案法的，蛮爱得催你。迄乡下听抽尾严格。我唔想连小平嘅朋友都冇。以后呢？我最近发现，唔同不会想。
以前都不会啊。以前你还蛮自私的，可是你现在会替人家着想。你唔会胎啊？唔会哦，也不会哦，还较无啊。来知道应该转去看一下阿 QQ 没？转去哦，转去本人吗？现在你们。对了，我一直都忘了告诉你，你每个月用的那个零用钱，是你舅舅汇的。说谢谢就好。谢谢。谢谢。要断气了，我本也求生。要断气了。给唔起牙冇卡。给唔起牙冇卡。我会带他来哈。老板，几个家？哦，不用了，不用了，你帮你叔叔啊。好啦好啦，跟你又不用来啦。哎，平常啦。好好。我切豆干本人下好冇？好啦，跟你叔去洗洗啊。咱老人讲哦，前2日吼，人家先生就来呢，来求笨蛋吼，要亲自给你看呢。真嘅？嘿，你千万莫老娘求太细啥，技术功法还难谈听，对冇？做嘛啦？做嘛？我不用讲一下。好啦好啦。我同爷先生讲，高中唔对痛嘛个呀。上到啊！
想到么个？下礼拜想做护士。护士哦，敢做得？看考中啊，考唔到就先做先，总看会同么个？我做嘛事？我老师讲，我当会煮菜，做得去餐厅做啥？切菜做得啦，素菜我冇看过，唔知啊。给你带奶呢？还有我健风。跟伊讲嘞。唔讲啦，我有要治哦。佮唱安恶徛徛，要做护士，佮搏拼伊本来吓死哦。我老公讲啊，伢健房哦，伢球妹答应做咱唔变个强强哩哩的，等人叫来带啊，过我嘛，过我嘛。1、2、3，加！1、2、3，加！嘿咻，嘿咻，嘿咻，嘿咻！1、2、3，加！1、2、3，加！嘿咻，嘿咻，嘿咻，嘿咻！1、2、3，你们走。走。联防学院的事，我逼迫他们努力练散打，拿团体组冠军。我妈说，有名以后找钱比较容易。很敢讲啊，明明就昨天大家决定的。你都说，仔仔啦，你拿不了冠军，有时连体保生死哦。买肉，买肉，大家来买肉，我们没钱办毕业典礼哦。毕业典礼我不能参加。你这样不是跟大妈一样吗？你什么时候要娶我？我以前总以为啊，你比较爱我，其实金针菇喜欢的是我。你虚假了。如果你们真的爱金针菇的话，应该祝福他。来唱我来。可笑里头，人多少个人来自，汉江归唔得。